秋時節，美麗華旅遊奢華酒店系列金秋賞楓品牌5日團，帶你一路體驗頂級江南秋日旅程。第一站去到上海，朝聖王家衛繁花同款黃河路美食街，閒逛百年南京西路步行街。當晚確實入住北外灘全世海派府邸上海海鷗麗晶酒店，用奢華體驗揭開成個旅程序幕。遊進上海潮流地標，參觀全球獨一無二 LV 巨輪路易號，遊走百年石庫門張園，米其林一星連續5年，黑珍珠一鑽連續8年的福1088餐廳，嘆金秋限定蟹。之後出發去無錫遊惠山古鎮、石惠公園，欣賞銀杏同紅楓。入夜去到有江南小京都之稱嘅拈花灣，欣賞爛漫的燈光煙火，品嘗太湖地道漁家風味。每位賓客獨享一隻大概6兩陽澄湖大閘蟹王。前往杭州，沿住西湖北山路胡同大道漫步，偶遇西湖最美轉角。深入杭州秋日秘境，九溪煙樹紅楓倒影碧水，好似大自然打翻調色盤，係杭州最靚嘅油畫長廊。品嘗龍井御茶宴同江南神仙雞，隨後前往千年蒲苑時尚古鎮，感受江南水鄉雅致新風貌，赴一場江南金秋奢華之旅。